2019年以嚟，肺炎肆虐，停課停市，拉遠咗我哋同屋企人朋友嘅關係，終結咗公司同客人之間嘅聯繫。學校以大量嘅網課取代面對面教學，學生缺乏同老師同學之間嘅互動，得返功課考試，冇晒校園生活，學校教育支離破碎，經濟受到前所未有嘅打擊，刺痛我哋每一個人，好似喺戰亂陰霾之中生活。一個部落以至一個城市，唔係由石屎同基建組成，係由人組成。一段關係因為人同人之間斷絕聯繫而結束，一個城市都係一樣，社交距離成為人同人之間心靈上巨大嘅隔閡。終日猜疑其他人係咪帶菌，人哋一個小小嘅動作係咪會令到自己染疫？因為恐懼而唔再信任，同時唔記得咗以往嘅常識，唔再相信自己嘅能力。香港人所受嘅創傷係外邊嘅人想象唔到，亦都體會唔到嘅。近幾年不停喺網上面見到嘅打交、爭執、批鬥片段，我哋一邊睇個心一邊喺度喊，因為呢啲片段刻畫緊呢個城市嘅衰亡。冇人會想見到自己嘅城市變成咁。離開呢度對好多人嚟講，可能係為咗療傷，只不過捨棄呢度所有嘅嘢，由得呢個地方嘅傷口越變越大，係咪真係一個令到自己好返嘅方法？係我哋要去慎重思考嘅問題。再專業嘅醫生亦都冇辦法遙距治療病人。要醫好呢個地方，首先要醫好自己，醫好自己身邊嘅人，多啲諗自己將來嘅發展方向，多啲揾屋企人朋友傾偈。信任係由溝通慢慢重建出嚟。遇到拒絕溝通嘅人，唔好勉強佢哋。我哋嘅靈活變通由8年前開始磨練出嚟，已經深入骨髓。對於我哋嚟講，其實一啲都唔難。今次嘅創傷可能要用3幾年、10幾年，甚至係幾代人嘅時間去醫。我哋就係呢個地方嘅主診醫生，放棄治療唔會係我哋嘅選擇。只要我哋有耐性、夠堅持，用我哋8年嚟嘅知識同埋智慧，冇病係我哋醫唔好嘅。情係國家，我們這一個家，和諧共處在同一屋檐下，同步挽手，我們一起去愛，活得無懼波折，逆境更要自強。香港呢，我哋呢個家其實亦都係屬於我哋祖國嘅一個家，有國才有家。嗰個歌係好容易表達我哋香港人嘅心聲。我係游蕙禎，同我一齊留喺度，醫返好呢個地方，好唔好？